班 BB 出嚟，佢真係逼咗一個 BB 出嚟。呢位朋友有好多嘅歌手朋友咧，都幫襯過佢，一齊咧係有份夾奶粉錢嘅。包括有邊啲朋友咧？有陳奕迅、古巨基、容祖兒、何韻詩、關楚耀、胡琳、I Love You Boys， 仲有謝安琪。恭喜你！叱咤樂壇作曲人大獎張繼聰。張繼聰上榜作品包括《見你先生》、點解你唔喐、榕樹、百秒、Jingle Bell、中啲依詞奶、四小強、四仔、Good Luck、下世紀的地圖、福 B、大小姐以及冠軍歌《牧民》、寧願晏啲瞓，合共14首上榜歌。我想多謝我太太同埋我仔。喺過去嘅一年呢，我聽過好多祝福嘅説話，都聽過好多好難堪嘅説話。我記得有一晚，我睇住我太太瞓覺，我咪係一個好大壓力嘅男人，我好難過，我唔知道我可以講啲咩説話安慰佢，但我同我自己講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我太太，照顧我仔。就算時光倒流幾多次，我都會娶你做老婆。我愛你，Thank you，新年快樂，多謝。